为了要让民众熟悉保安林的功能，宜兰罗东自然教育中心昨伫罗东林业文化园区来举办龟山岛保安林模拟投票号名的活动，预计每年都会当正式来举办。 学生摕大纸替龟山岛保安林的名来投票，有龟山岛龟将军和柑仔蛋语批娘会当选择。罗东自然教育中心16早起伫罗东林业文化园区办龟山岛保安林模拟投票号名的活动。 好，那保安林是什么呢？大家有概念吗？环教署向民众来介绍保安林的功能。根据林业署的统计，全国已经有39个所在保安林有正式名称。传统无虾米感情的编码标示，是无法度互外界随知影保安林的位和文化特色。林业署希望透过号名，让民众对保安林更加熟悉。是模拟命名，在2707号保安林，位于龟山岛上的渔业资源保安林，让大家来认识这间渔业保安林如何能够保护到。 龟山岛周边的渔业资源，宜兰较有名的保安林包括壮围、加流沙坡、金龟寮等等，主要的功能有保护水库、稳固边坡和防洪沙等等。龟山岛的保安林，更加会当替适合离岸海域提供养分，保育渔业资源，学生透过活动学相关知识。黑牛，因为它的名字很特别，可能它盖在海边会挡到。 视野，可是它很重要。林业署讲，保安林的号名主要是透过在地民众和基脑的访谈，选出保安林所在地的特色，在地客观啥哪叫含有历史文化意思的名，再搁开放民众投票来号名，用这个方式来加入新闻的温度。暗算明年正式举办龟山岛保安林号名的活动。记者综合报道。